喺工廠手把手教你家私入戶安裝好一定要檢查嘅地方。Hello 老細，我係 Louise。除咗表面要睇翻下有冇崩花磨損之外咧，我講一個特別容易俾人忽略嘅小細節，要檢查嘅就係咧五金啦，包括鉸鏈啦、軌道啦、層板柱同埋螺絲。質量差嘅用唔耐㗎，如果唔係啲門罅對唔嚴咧，如果唔係咧就係門關唔上，你揾人維修啊，都唔知揾邊個。我哋做生意要講良心㗎，我情願賣少啲，都唔可以偷工減料啊，知唔知啊？所以咧驗收嗰陣時一定要睇仔細，喺五金上面有冇鋼標，所有大牌嘅五金都係有鋼標嘅，而且咧要同你嘅合同入邊核對下，佢呢個品牌俾你用嘅有冇出錯。如果係一門到頂嘅衣櫃嘅話，一線櫃門至少有5個門架，1、2、3、4、5，啱晒。如果係分段式嘅衣櫃嘅話，嗱，一線櫃門咧至少用翻3個。你仲想了解啲咩關於全屋定製嘅知識？歡迎點讚收藏我哋嘅頻道，留言俾我哋啦！我哋下一期再見啦，拜拜。